無論你啲衫可唔可以水洗，Bass 活氧全能防護前置式洗衣機都搞得掂。佢係處理衣物嘅時候會釋放活氧，實驗證實可以去除高達99.99%嘅細菌同病毒。依家我同大家示範一下點用啦。係洗衫嘅同時，最好梗係順便做埋消毒除菌啦。揀好咗洗衣程序後，揀埋 Active Oxygen 活氧除菌功能就得。實驗證實可去除99.99%嘅大腸桿菌同金黃葡萄球菌㗎，連消毒液都可以唔使落啦。當你想對一啲唔適合水洗嘅織物，例如披肩、毛公仔等進行消毒，可以用 Active Oxygen Refresh 活氧清新功能。實驗證實可去除99.99%嘅甲型流感及幼稚園經常爆發嘅手足口病毒。窗簾、床單、被套等都係唔會經常洗嘅織物，特別係潮濕嘅天氣就好容易會滋生塵蟎，造成皮膚敏感。喺呢個時候可以用 Mites Removal 活氧除蟎程序，實驗證實可去除100%嘅粉塵蟎。日常保養方面，建議最少1個月執行一次 Drum Clean 活氧清潔洗衣桶程序，實驗證實可去除99.99%嘅大腸桿菌同金黃葡萄球菌。